一二三四，心情若要会爽快，二停停，电话就甲来看卖，二三四，只要招朋友来斗阵，烦恼就甲 say goodbye，一二三，啊人放互戆西西。心情泡泡谈心来，世事无一定会了解，交陪先困较实在。人放互戆西西。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要教唱的这首歌是戆西西，这是漂亮宝贝杨慧杰老师演唱的歌曲。杨慧杰是歌唱班的老师，同时也是音源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那戆西西这首歌呢，是民视黄金岁月8点档的片头曲，同时也是3立8点档的片尾曲，真好听啦哈。一作词呢是周维杰啊，作曲是黄明洲老师和吴顺华老师合作的作品。这是一首降 G 调4拍子的歌曲，它速度呢轻快哈，125啦哈，之前唱120我都说它很快了哈，这首呢是125啦哈。来，我们来看一下中段呢，因为有一点高呢，所以我有降了2个 key 哈。嗦咪嗦咪嗦咪拉咪2停停，拉哆拉哆咪瑞咪瑞23 4，嗦咪嗦咪嗦咪拉咪2停停，拉哆拉哆咪瑞咪瑞停停停。看到圈圈哈与0就是要休息休息1拍2拍后面是休息3拍。来还有呢这转音的部分呢，给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同学问我讲这个情心情的情有2音后边这音要安怎来，后边这音呢，心情情我们读一下，情好读长一点，情好后边是什么？好，那我们就电话就甲来看卖后边是不是伊着咱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唱伊后边这个音甲这个 U 长音的所在。心情若要会爽快，快也有2拍，我们念一下快，后面是什么？所以你这个快后面就要拉长这个尾音呢，就要唱什么？唱它的韵母来，心情若要会爽快，电话就甲来看卖，把尾音拉出来，秀出来就对了。来，心情若要会爽快，2停停，电话就甲来看卖，2停停。过来，拉哆哆瑞哆嗦瑞哆哆2，拉哆哆瑞哆嗦瑞哆哆，小朋友来斗阵，小朋友友后边是不是有对？来斗是不是有对？小朋友来斗阵，瑞咪拉哆咪瑞哆哆2 3 4，瑞咪拉哆咪瑞哆哆2 3 4，烦恼就甲 say goodbye 2 3 4，烦恼就甲 say goodbye 2 3 4。唱到这。主歌就唱完了，接下去又副歌了。来，我们把主歌连起来。心情若要会爽快，2停停，电话就甲来看卖，2 3 4，小朋友来斗阵，烦恼就甲 say goodbye 2 3 4，1 2 3，副歌的前面这一小节呢，副歌这一小节第9小节，1 2 3，第1拍、第2拍、第3拍都是休息。1 2 3，哆瑞咪瑞咪咪瑞哆瑞咪，再一次来1 2 3，哆瑞咪瑞咪咪瑞哆瑞咪，人放互戆西西。来，我们来看一下不管拉多长，也尾音都是啦，所以哆瑞这个人呢，人有一个转音在前面，哆瑞咪
啊哆瑞瑞咪啊郎，好的。啊郎啊郎，放好公塞塞哦，两个郎都是郎郎。来，我们从啊来，1、2、3，啊郎啊郎，放好公塞塞，搁一摆。啊郎啊郎，放好公塞塞，停，瑞哆咪咪瑞哆咪嗦，2、3、4，瑞哆咪咪瑞哆咪嗦，停停停，哎。这个心内后边又搁休3拍了哈，三拍，这3拍都是休息。心情泡泡汤，心情也转音的伫后边哈，瑞哆瑞咪咪，心情泡泡汤。瑞哆啊，汤汤是个闭口音哈啊，它的后面呢就是闭着把嘴巴嘛，汤啦啊。心情泡泡谈心内，心情泡泡谈心内，2、3、4，心情泡泡谈心内，2、3、4，哆啦哆啦哆啦嗦瑞哆，哆啦哆啦哆啦嗦瑞哆。第一个字 C A 苏啊 ，C 苏啊，它只有一拍 ，C A 苏回一拍，然后呢？这个苏的头前这个半拍呢要休息，哆啦哆啦哆啦嗦瑞哆，哆啦啦啦哆啦嗦瑞哆，哆啦啦啦哆啦嗦瑞哆，这个要休息哈。我们这个等一下唱当然就不用念啦，那是我夸张示范给大家听的哈。我们要唱世事无一定会了解，搁一摆来。世事无一定会了解，搁一摆。世事无一定会了解，瑞哆瑞咪咪瑞哆瑞哆瑞咪，这个较实在啊，快一个小节，这里还有3拍啊。瑞哆瑞咪咪瑞哆瑞2、3，瑞哆瑞咪咪瑞哆瑞2、3，到尾先困较啊实在。到尾先困较实在，到尾先困较实在，2、3啊郎，这个较实在啊，实在后面还有3拍，3拍之后呢没有第4拍哦，第4拍要唱什么？要唱上面那一句完全一样，啊郎啊郎，放好讲塞塞啊，所以第4拍要唱啊，好来从细数来，1、2、3、4，世事无一定会了解，到尾先困较实在。2、3啊郎啊郎，放好讲塞塞，瑞哆咪咪瑞哆咪嗦，2、3停，瑞哆咪咪瑞哆咪嗦，2、3停，这里跟上面这个15小节，这个21小节呢，跟13小节就不一样哦。它心来啊来只有1拍哦，然后停3拍啊。这里呢，这个人情泡泡探心来，对不对啊？它这个来啊后要跨过来，这里还有哈啊，这个停3拍啊，在1、2、3，对不对啊？这个呢，这个繁华世间一场梦啊梦，这里也是刚刚它是有1拍停3拍，这里呢它要杀长3拍停1拍哦，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来，我们看第2次的啊来。啊郎放好讲塞塞，繁华世间一场梦。停，用尽心啊，这里要停1拍哈，要停1拍。来，这个副歌1啊，这个副歌2，好，我们从副歌2来哈。啊郎放好讲塞塞，繁华世间一场梦，2、3停，啦哆哆瑞嗦瑞哆，啦哆哆瑞嗦瑞哆，嗦瑞哆，这个爱看卖。用真心去爱看卖，这个看较长哦。为什么？因为它1拍，不过这个看呢有一个转音在前面呢。用真心去爱看卖，用
真心去爱看卖，爱看哆瑞啊，来用真心去爱看卖。好，这里要停。瑞哆咪咪瑞哆啦哆，2 3 4 1 2 3 4停。好。这样这首歌就唱了完了。来，机台回归来，瑞哆咪咪瑞哆啦哆，瑞哆咪咪瑞哆啦哆，好将机台回归好将来。这个来呢，要跨过来，要到后面都还来哈，所以这个哈，那个也是来，这个应该要把它夸糊起来才对了哈，因为这个哆呢哈连到这边了，来，机台回归好将来，1 2 3停。好，唱到这边就唱完了。来，我们从副歌2来。啊人放好戆西西，幻化世间一场梦。2 3停，用真心去爱看卖，期待回馈好将来。2 3 4 5 6 7停。接下去呢，间奏16小节，然后要看到反复记号有没有？所以我们刚刚唱的是高帽子一，高帽子一呢，来，然后间奏16小节，然后反复又从头从头呢又唱到期待回归好哦将来来，然后呢再来我们要唱高帽子2，对不对？高帽子2在哪里？好将来2 3 4，这里没有高帽子2它跳到这个28小节来所以来呢。第2次期待回归好将来2 3 4，好，跳到这里5 6 7，马上唱那就是什么？它写突扣打，扣打在哪里？我们找一下扣打跟大家说明一下，扣打一个特性就是这是长得像乌龟乌龟也有一个特性就是往前面去找乌龟，前面乌龟在哪里？找到了，在这里就是要接副歌啦所以第2遍呢，期待回归好将来1 2 3 4 5 6 7人马上接副歌，又唱到期待回归好将来3在哪里？来1 2 3 4 5 6 7停，然后呢往后面找还有没有3？有过一摆来。用真心啦哆哆，瑞嗦瑞哆哆。啦哆哆瑞嗦瑞哆哆，跟上面很像，但是没有完全一样头前是用真心去爱看卖这里呢有一点点小变化，用真心去爱看卖跟头前呢这个看只有1拍这里呢这个1拍然后又一个拍，爱看卖这里拄则这个卖是就连过去这个呢卖连到后面去，用真心去爱看卖，用真心去爱看卖这里上面怎么办呢？用真心去爱看卖，用真心去爱看卖，爱看卖，爱看卖。头前是爱嗦哆来哆后面呢啦哆哆瑞嗦瑞哆哆这个瑞哆这个瑞1拍然后哆半拍后面呢瑞哆瑞咪咪瑞哆啦哆2 3 4 5 6 7 8停就结束了。瑞哆瑞咪咪瑞哆啦哆2 3 4 5 6 7 8停，好就结束。你回馈这里来，你回馈过一摆，你回馈，你回馈。你回馈，所以这你回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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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搞清楚了吗？你回馈，你回馈，你回馈，8日红。
停啊。为什么这一句我们唱了那么多？因为很多同学哈，他唱呢，你会开，你不对，你啊，这个你在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是它的这个附点，这一个哆呢不是前面的，哆是后面这个字的哈。你会开哈，千万不要唱错。再一次来，你会开巴日昂，停，好，这样3遍就都唱完了。好，来，我们来唱最后，第一遍刚刚我们唱过了，我们来唱第2遍。第2遍要记得哦，来2、3、4就要跳后面，来2、3，然后就要唱副歌啊，然后这个副歌呢。那个副歌呢，期待花开好将来，2、3、4，1、2、3停，用真心去爱看阿麦，年花开百日红，这样就才有结束。好，我们来唱第2遍跟第3遍。第2遍从头心情来，心情若要会爽快，2停，电话就甲来看卖，2、3、4，小招朋友来斗阵，烦恼就甲 say goodbye。1、2、3，啊人放好戆西西停，人情泡泡谈心来，2、3、4，世事无一定会了解，交陪先困较实在，2、3、啊人放好戆西西。繁华世间一场梦，2、3停，用真心去爱看卖，期待花开好将来，2、3、4，1、2，啊人放好戆西西，人情泡泡谈心来，2、3停，世事无一定会了解，交陪先困较实在，2、3，啊人放好戆西西，繁华世间一场梦，2、3停，用真心去爱看卖，期待花开好将来，2、3、4、5、6、7停，然后接29，用真心去爱看卖，你花开百日红，停。到这里，这首歌呢2遍半就给大家演唱完毕啊，这就是介绍给大家漂亮宝贝杨慧婕演唱的《戆西西》啊，这首歌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那个小胖哥哥拿回来的。啊？不会吧？